我已經改咗電話一段時間嘞喎，但係我覺得好似冇乜效嘅，係咪心態出現咗啲咩問題啊？哦，咁心態當然有影響啦。正常你改咗個電話號碼咧，個心態會幫你會調整咗嘅。譬如你本來成日都烏雲密布啊，有好負面咧，你改咗之後，嗰嚿黑雲好似慢慢少，慢慢少變清朗。如果你仲未變嘅話咧，咁就要調教，可能你本命咧太強啊，嗰個負面情緒，譬如多桃花數字啦，16啊、61啊、38啊、83啊、47啊呢啲咧會有比較強嘅個負面。改完之後咧，都可能有一段時間去調整，咁所以咧你最好喺呢方面會睇得開咯。你諗下，你改咗電話就等於好似一杯清水咧，已經個運氣好啦。但係如果你突然間有個負面有個雜念咧，就等於好似有滴咖啡一滴滴咗落去。嗱，你假設呢滴咖啡係坑渠水嘅話，成杯都唔飲得啦已經。